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12月15日嘅香港時間下午5點。今日個市氣氛都算唔錯㗎，港股表現跑贏亞太區好多其他市場。恒生指數收市跌咗1.34%，報25,628.88，而反映科技股嘅恒生科技指數就調整得多啲，跌足2.48%，報5,498.42。睇返亞洲其他市場，日本股市都跟住升，不過歐洲開市就麻麻地，法國股市仲要跌少少添。點解個市今日會有所調整呢？市場消息話，主要係有幾樣嘢影響。首先，聽日開始喺上海召開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，大家都好關注會有乜嘢新嘅經濟政策方向，所以個預期幾好，但今日個市就先回吐。第二，由聽日開始，港股通入面嘅半導體股票名單會擴大，會加入多啲相關股份，市場預期會有北水繼續流入科技板塊，所以今日啲相關股份已經先行一步。另外，今日係恒生指數系列季度調整生效嘅大日子，被動資金要跟住調倉，都帶動咗唔少交易。講到板塊表現，今日最突出嘅肯定係新能源同科技股啦，好似指信能低碳單日升咗10.23%，表現都算唔錯。其他鋰電池、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都跟住升。不過呢，市況都有分化，金融股就冇乜力，好似建設銀行呢類重磅股今日要跌1.18%，多多少少拖住個大市嘅後腳。至於市場有乜嘢要擔心呢？投資者而家就盯實就快公布嘅內地70個大城市樓價數據，想睇睇個房地產市場係咪真係穩定落嚟。另外，國際貿易方面都有啲雜音，有報道話美國同印尼嘅貿易協議傾唔掂數，令人驚會唔會影響全球嘅貿易環境。展望聽日，市場嘅焦點肯定會繼續落喺上海嘅經濟工作會議上面，睇下有冇驚喜。同時，港股通半導體新名單生效，預料會繼續對科技股有支持。不過都要提提大家，樓價數據公布前，個市可能會比較反覆，投資者都要睇路啦。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，只係提供資訊同埋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、投資或法律建議。